大家好，我係卜卜，歡迎大家又返嚟我哋呢個 AI 量化牛熊分析嘅 YouTube 頻道。如果你係講時間嘅，我會先講咗 AI 嘅預測結果先，咁之後嗰啲你就唔使睇噶啦。今日係2025年4月11號禮拜五，製片時間係下晝嘅3點。AI 預測2025年4月14號禮拜一，恒指係熊市。咁預測結果準定唔準呢？我都會喺當日收市之後喺留言區度公布翻嘅。正所謂風水佬呃你10年8年，AI 最多都係呃到你聽日。如果中嘅，記得訂閱、俾 like、撳埋個鐘仔。好，最後都要講翻量化牛熊分析，就係 AI 用數據同數學模型嚟判斷股市係牛市定係熊市，而唔係單靠個人感覺或者新聞解讀。OK， 咁我哋再次期待 AI 嘅下一次運算。如果運算結果機會率係大嘅時候，就會再同大家見面。記得訂閱同開啟通知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